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西屯这栋大楼的8楼，伫半暝1点外火烧厝，厝内底一家4个人。第一时间，爸爸妈妈走出来。13岁后生是美丽的冷气的窗仔口，互消防用分推车甲救落来。这个56岁已经走出来的爸爸，想到10岁查囝搁伫内底，搁冲入去要来救查囝，结果2爸仔囝秘入去便所，互消防找到的时阵已经昏迷，送病院抢救，救无倒来，2爸仔囝拢亡生了。当地里长讲，这个爸爸走出来的时阵有甲讲可能是客厅电视机的后壁来导火，初步怀疑可能是电线烧拍电。台中西屯区这栋集合式主体8楼发生着严重的火灾，大火甲浓烟为客厅闻出来，厝内一口罩4个人，消防是拿喷水，拿冲入火场要救人。隔壁公寓窗仔门有一对翁仔某嘛掉伫内底，翁仔某是染做火，手提纸棒，一直热。消防队用分推车将这对翁仔某救落来。导火公寓有3个人掉伫内底，其中13岁后生上大生红救出来，伊规身躯互浓烟熏甲乌气，好佳在意识清楚。老母就伫后生边仔正着急，老母着急要找伊查某囝甲翁婿。导火当时，老母先走出来，13岁后生是伫厝内冷气口的所在，互发现顺利救出来。消防入去厝内搜索，伫便所发现56岁老爸甲10岁查某囝，互浓烟砸甲昏倒送病院，验过2个人拢救无活。查某囝和翁婿拢互大火烧死，老母真艰苦。当地里长讲，火灾发生的当时，老爸曾经有走出来，怀疑讲是烧拍电。走出来的第一时间，我问他说：“拎刀是安怎？”伊讲他火是在电视机那边烧起来的。现场初步勘验，大火烧甲上凶的所在，就是伫客厅。客厅真有可能就是导火所在。敢是电视后壁导火，消防要搁咧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